大家好，現在我會為大家介紹初一英文課程嘅主要內容以及學習重點。同學們由小學過渡到中學嘅階段，都有可能面臨到學習模式嘅轉變，而呢一個係需要大家適應嘅過程。咁中學嘅英文課程同小學嘅英文課程有啲乜嘢唔同呢？中學嘅英文課程採用咗多元化嘅評核模式，涵蓋聽、說、讀、寫4個方面。喺聽力方面，我哋建議同學們多啲聽英文嘅材料，譬如廣播、歌曲或者電影等等，呢一啲都可以幫助同學們提升理解能力。而喺口語方面，同學們可以勇敢啲開口講英文，多啲參與課堂嘅討論，課後亦都可以多啲朗讀文章或者其他嘅英文材料，呢一啲都係提升表達能力嘅好方法。喺閱讀方面，我哋建議同學們多啲睇英文嘅書籍、文章或者新聞等等，呢一啲都可以幫助同學們擴大自己嘅詞彙量，並且增強理解能力。喺寫作方面，同學們可以通過寫日記、短文或者作文等等，練習將所學嘅單詞同埋文法運用到實際嘅寫作當中。整體嚟講，同學們需要學識點樣去分配同埋管理時間，確保喺各個方面都能夠得到充分嘅練習以及提升。喺中學嘅階段，好多英文嘅知識需要同學們自己去吸收以及掌握，而老師嘅角色亦都從單純嘅知識傳授者轉變成引導者，帶住同學喺課堂上面學習英文。而評核嘅內容亦都會包含一定嘅課外知識，所以喺課後同學們必須要主動接觸英文，多啲閱讀，多啲聽，多啲講，多啲寫。另外，預習都係好重要嘅，因為佢係可以幫助你更好咁理解課堂內容，以及參與到課堂嘅討論入邊。嚟到中學之後，英文嘅課程更加重視點樣實際去運用英文，而唔係單單死記硬背單詞以及文法規則。同學們需要將所學到嘅知識靈活咁運用喺日常生活入邊。譬如話，當同學們學習咗一個文法規則之後，大家應該嘗試喺唔同嘅句子或者對話入邊去使用嗰個文法規則，而唔係單單記住規則嘅本身。同學們可以利用課外嘅時間多啲接觸英文嘅材料，譬如睇多啲英文嘅電影、聽下英文歌、睇下英文書等等，去提升整體嘅英文能力。喺未來中學嘅階段，同學們都有公開試要考，而公開考試通常有比較嚴格嘅時間限制，同學們需要喺有限嘅時間內完成大量嘅題目，對學生嘅時間管理能力有比較高嘅要求。而同學們係需要提前去適應呢一種節奏，學習點樣合理咁去分配時間俾唔同嘅題型，掌握做題嘅技巧。對於啱啱升入中學嘅新同學嚟講，適應新嘅學習環境以及英文課程可能會遇到一啲挑戰。喺課堂上，老師會鼓勵同學們用英文進行交流以及討論，開口講英文係提升口語能力最好嘅方式。當你遇到任何困難嘅時候，記得及時尋求老師以及同學嘅幫助。接落嚟，我會為大家介紹一下初一英文進階班嘅課程。初一英文進階班嘅課程設置，主要係幫助同學們喺英文學習上取得更大嘅進步。我哋會設置豐富多樣嘅教學內容以及活動，去激發同學們對英文學習嘅興趣，令到學習英文變得更加有趣以及有意義。另外，課程我哋都注重聽說讀寫4方面嘅全面發展，特別喺口語同埋寫作能力嘅提升，幫助同學們更加自信咁運用英文進行表達。進階班嘅學習更加強調自主性。我哋鼓勵同學們課後主動學習，培養獨立思考以及解決問題嘅能力。而針對一啲英文能力比較強嘅同學，我哋喺進階班都會適當咁去增加一啲內容以及一啲挑戰性嘅任務，滿足佢哋對英文學習更高嘅需求。喺課程特色方面，進階班嘅課程通過唔同嘅主題嚟開展教學活動，譬如環境保護、科技發展、文化交流等等。呢一啲嘅主題唔單止貼近生活，仲可以幫助同學們喺具體嘅情景入邊學習以及運用英文。
通過主題教學，同學們可以更好咁去理解一啲詞彙同埋文法喺實際場景上面嘅應用，並且將英文同埋現實世界聯繫起嚟。另外，喺我哋嘅課堂上面，同學們都有好多同他人合作嘅機會，通過小組討論、分組功課等等，同學們需要共同完成一啲學習嘅任務。協作學習唔單止可以提升英文能力，仲可以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以及溝通技巧，令到同學們學識聆聽他人嘅意見，並且勇敢咁去表達自己嘅想法。喺課程嘅設計入邊，我哋都融入咗批判性思維嘅訓練，譬如通過分析文章、辯論等等嘅活動，去培養同學們獨立思考嘅能力。咁樣唔單止可以幫助同學們學習英文，仲可以提升同學們嘅邏輯思維以及判斷力。我哋都會通過唔同嘅活動形式去增強同學們嘅英文能力以及佢哋嘅自學能力。以下係一啲同學們過往喺課堂上面完成過嘅分組作業嘅照片。喺課堂上面，我哋都會教導同學們點樣去結合 AI 去完成一啲學習任務，從而培養佢哋嘅自學能力。喺完成分組作業嘅過程入邊，同學們需要分工合作，而喺同他人交流嘅過程入邊，同學們都可以接觸到唔同嘅觀點同埋想法，從而去學識點樣喺唔同嘅角度去看待事情。喺進階班入邊，我哋會安排同學們針對課文或者新聞嘅主題去進行1分鐘演講，分享自己嘅睇法。呢一個活動可以有效咁去提升同學們嘅思考能力，並且幫助佢哋去學習點樣捉住重點，並且喺1分鐘之內將佢需要表達嘅內容清晰咁表達出嚟。英文進階班比較適合嗰一啲已經具備一定英文基礎，並且希望進一步提升英文能力嘅同學，因為進階班嘅課程內容係會比常規班嘅更加有挑戰性，所以比較適合嗰一啲對英文學習有更高追求嘅同學。英文進階班嘅學習節奏比較快，內容都比較深入，所以比較適合嗰一啲願意主動投入多啲時間同埋精力學習英文嘅同學。同學們喺進階班入邊，經常都需要同其他人一齊合作去完成一啲學習任務。喺同其他人交流同埋討論嘅過程入邊，同學們都需要細心聆聽以及尊重他人嘅想法同埋意見。喺初一，同學們每個星期會有8節英文課。喺進階班，我哋會以比較快嘅速度提前完成本身安排咗嘅課程內容。而剩低嘅時間，我哋會補充一啲課外嘅內容。每一級有2班進階班，而每一班進階班大約係20人左右。同學們如果有興趣想參加進階班，可以向英文老師報名。報咗名之後，老師會再去甄選參加進階班嘅同學。除咗課堂學習，學校仲會安排各種校內外嘅英文活動，幫助同學們喺實際情景中運用英文，進一步提升英文能力，亦都令英文學習嘅體驗變得更加豐富。以上係初一英文課程嘅一個介紹，多謝大家。